花莲寿丰也是黄金蚬的故乡，因为这里有纯净的水质，还有土壤，所以在这里的海鸥都长得头好壮壮。旅程的最后一站，我跟呱呱就要体验米海鸥养水府。第一走，我们来去米海鸥哦。好，我要米海鸥。米海鸥怎么摸呢？好，这个给你哦。我知道怎么抓。哎呀，但是裤子要卷起来哦，不然哦，你待会就会米海鸥养水府哦。来，妈妈，好，帮你拉起来。好的，一起下来去吧。走，小心哦。妈妈，我不是很饿哎。对呀，蝴蝶飞呀，蝴蝶飞。它是海鸥。你看你的裤子都湿了啦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真的是米海鸥养水府哎！再剪几个就好了，剪太多了啦。我们吃不完了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，你都吃得完吗？你喜欢吃海鸥啊？一起吃。好，我们一起吃。鱼池的水深只到成人的小腿肚，很安全，很适合小朋友来体验哦。看呱呱真的很厉害，才一下子就把盒子装得满满的，令人好期待等一下的海鸥料理。老板说，米海鸥之后，园区里还可以喂大乌溜，虽然体型很大，但是很温驯。我跟呱呱不但是可以近距离的喂它们吃饲料，还可以趁机摸摸它们的头，滑溜溜的触感真的好特别。喂饱了乌溜，也该喂一喂我们饥肠辘辘的胃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海鸥。对，这就是我们刚刚去摸的海鸥。原来这就是海鸥哦。对啊，今天吃的是炒海鸥。暗头西。对啊，暗火蟹哦。那你们慢用哦。好，辛巴利。辛巴利。是不辣。这个比较可爱了。刚刚有个好辣，对不对？啊。好，再帮我加一个。可是这一次换我了。好啊，那你吃你的，加得起来吗？我那个也一起加了。妈咪，花莲的风景好美丽哦。超级适合亲子游哦，因为在这里还可以米海鸥养水府。